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32节到第12章的第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只要信。摩西伫西奈山顶看见这个魂而不毁上帝的形象，伊也领受到上帝的呼召。但是事实上，咱看见摩西，伊并无真大的信心来带领以色列出来击，所以就有上帝甲伊讲话时阵，互伊的这个管变做蛇。也互伊的手生太高，佮甲医好，这个神迹出现。伫这摩西的心上，上帝要来彰显上帝家己的权柄。当然，摩西嘛慢慢接受到上帝的差遣以及的工作。虽然上帝无有甲摩西讲，只要信，毋免惊。但是上帝透过济的天书一步一步，互这个摩西会通明白，伊就是迄位自有永有的上帝。上帝是创造，是祝福，是保守，是拯救的上帝。只要相信，毋免惊吓。这是咱对于约书亚伊领受着上帝的呼召，接替摩西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时阵，上帝所予伊的应允。圣经记载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后，上主对摩西的助手伦的囝约书亚讲：我的仆人摩西死去啊！现在你着要准备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到我要赏赐予因的土地去。照着我所应允摩西的，恁行过的所在，我拢要赐福予恁。恁会边界要对南边的沙漠延伸到北边的黎巴嫩的山脉，到伫东边的幼发拉底河，甲经过赫人的国土，到伫西边的地中海。约书亚伫你有生之日，无有人会当甲你拍败。我要甲你同在，亲像我甲摩西同在共款。我决断袂放杀你，也袂弃杀你。你着爱坚强，着爱勇敢，因为你着爱带领人民去征服我所应允因祖先的土地。只要你坚强，非常勇敢，确实来遵行我仆人摩西所予你全部的律法。无偏袒，也无偏右，你就要行通。你着爱常常来念，日暝拢研读这个律法册，互你会通来遵守册顶所写一切的话。那安尼，你就会成功，事事来顺利。你着爱记得我的命令，着爱坚强，着爱勇敢，毋免惊吓，毋免累志，因为无论你去到伫倒位，我上主，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。着爱刚强壮大，着爱坚强，毋免惊。毋免惊吓，因为上帝必定甲你同在。这是上帝予约书亚的呼召以及应允。当然，这嘛是上帝今仔日
所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护条甲应允。因为若是无有信心，咱就寸步难行啦。咱若有信心，前途就毋免担心。希伯来书11章非常强调信心，并且伫过去的2天，咱看见古真侪圣经中间历史人物来讲到信心。伫圣经的内底所强调的，咱也看见。我阁讲会落去吗？我甲无够野的时间来提到着基甸、巴勒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必、撒母耳甲先知的事迹，因借着信心来打赢周围的国家，因施行正义，领受上帝的应允，因踢狮的喙，拍灭大火，逃离开刀剑的攻击，因对伫软弱变作刚强，伫战场顶悬发挥威力，打败了外国的军队。借着信心，有的妇女接纳着对死搁活的亲人，另外一个人拒绝拒绝被偷放，宁可死伫迄个酷刑的内底，为着要得到更较好的性命。阁有人忍受彼人鞭拍，也有人受捆绑、受禁监，也有人互石头钉死，锯断，被刀剑来杀死，也阁有人摸着绵羊山羊的皮，四界奔跑，忍受困苦、迫害甲虐待。这个世代毋值得因来留地。因亲像难民一样，伫风暴、伫山岭咧流浪，伫山洞甲地穴内底来寄生。这个人的信心拢有真不平凡的记录，可是因并无领受到上帝所应允的，因为上帝决定互咱更较美好的安排。伊的旨意是，咱必须爱对咱做伙，才会当达到完全。信心是互咱伫咧面对未知的明仔载以及将来困境的时阵得到帮助，是互咱伫软弱的时阵所赏赐互咱的力量。就亲像希伯来书所讲的，透过信心，咱会当对软弱变作刚强。因为信心，咱会当战赢咱周围所拄着的困难，并且得到更较美好的新生命。真侪时阵，咱互家己的无够的信心来拍败，因为咱真有可能被这个难处来遮看咱的眼目，咱不但看袂到上帝，也看袂到上帝的作为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咱，既然咱有遮尔济的见证人，亲像云彩围设伫咱的四边，咱就应该爱排除一切的障碍，甲咱高甜无煞的遮会做。来坚持奔跑伫咱头前的路程，咱着爱注目看耶稣，因为伊是咱信心的创始者甲完成者。伊要伫十字架顶悬来轮的倒转，颠倒为着迄个等待伊的喜乐。伊无将死伫十字架的见效当作一回事，
现在已经坐伫上帝的宝座的正边，相信咱就会通得到十字架的救恩，因为主已经承接上帝予伊的使命，为着咱的罪定死搁活。诗篇72篇，也请咱家己来读。咱的信心无够，时常软弱，恳求主帮助阮伫生活困境的中间，学习来倚靠主得胜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